这回单那是风台造成单南市有侪徛街损害，除了行政院会针对着受损面积超过20平方公尺的徛街，发放5万到10万块的货源维助金。单南市政府嘛启动徛街损害维助金实施计划。屋顶含采光罩及外墙含门窗这个损坏面积如果达到未达20平方公尺者每一住户慰问金是1万块，也就是20平方公尺以下的话就是1万块好，那如果20平方公尺以上且未达100平方公尺，这个部分慰助金就是新台币5万元然后面积更大的话是达到100平方公尺以上的话，这慰助金就是10万元。工务局会针对着厝顶、外墙、门窗损害等，依照面积核发维助金。若是无人大的话，金额只会摕到一半。若申请的是中价收入户，加发5000块维助金，每一户申请以上悬10万块为限，一切拢将款认定。虽然说无论如何，我们的补助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我们所有灾民的损害，但至少可以尽量的协助他们来尽快的来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。台南市灾后重建志工的招募平台，我们已经有了593位志工登记来服务。那一直到昨天为止，总共有336名志工已经到将军、七股、学甲、麻豆。其中7个西寮地区因为淹水严重，市府也搁特别加价每一户维助金25000块，呼吁受灾民众赶紧提出申请。社会局嘛持续招募志工，前往灾区协助清理家园。救灾捐款专户嘛已经有4835万外。但是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